冇錯，Kelvin 又輸波啦。咁所以我決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我希望我可以改過自身更多。咁為期1個禮拜嘅盧彥勳網球學院之路呢，我諗由下個禮拜會正式開始嘅。咁學院十分有心將個叉電器安排咗喺床尾，咁防止學生就玩電話。咁你識做啦，帶條長啲嘅叉電線。當你哋揼完腳仔嘅時候，都唔好等得太夜啦，因為學校係有滿禁嘅時間嘅，係由凌晨嘅12點鐘去到第二朝嘅5點半。咁宿舍離7都有啲遠嘅，咁大家就時間食早餐啦。訓練時間呢係由朝早8點半去到夜晚6點鐘嘅，中間大概會有2至3個鐘頭嘅休息時間。我覺得朝早其中一個熱身呢係幾特別嘅，教練叫我哋拎個碟就托住個網球，再去繞過我哋個頭。咁個目的呢係增加我哋嘅關節嘅 mobility。好，不停嘅 drive volley，drive volley，drive volley。唉，第二個招教練底線 fit 出嚟，又係一樣 drive volley，drive volley。咁你嘅擊球點呢要喺 eye level 附近，咁記住係唔好跳，係要轉身入去打嘅。咁第3個招式，教練會喺底線 fit 一個波出嚟，要我哋打 drive volley， 同埋我哋跟多一板打到 volley 兩邊嘅。哇，好攰啊，要翻宿舍啦！哇，翻到去即刻想瞓覺，但係沖涼嘅時候係冇熱水噶，又凍翻醒我啦。晏晝會1個鐘頭嘅瑜伽堂，你睇下佢要落啦條腰，落唔到。去到晏晝4點鐘，我哋睇下職業球手練習嘅情況。咁呢個 drill 最主要係練防守嘅，咁中間 fit 完出去之後呢，咁對方會打你左邊或者右邊嘅大斜線，你需要打返一個斜線 buy time 之後就開始個分。唔好追住我，唔好追住我，唔好走啊！我都好啊！Day 2係主要教我哋打開髖關節嘅活動度啦，同埋會有重量訓練嘅。咁其中會包括一啲嘅肩推同埋拉住 cable 旋轉呢啲咁嘅動作。下晝訓練內容就精彩啦，就係進攻轉防守。我哋會喺反手位打一個直線，跟住教練會打一個小三角嘅正手，我哋需要撲過去救，跟住再 start at the point。又去到掉波環節啦，一個抌完就第二個繼續抌啦，盡量係瞄高嘅。咁同埋拎住個波就會掟長啦，正反手亦都會有。下晝呢，咁因為手機過熱就拍唔到俾大家睇啦。晏晝我哋會做中場訓練，第一個會係正手嘅 low volley， 第二球係反手嘅 high volley。咁第二個 drill set 係反手嘅 low volley， 第二球係正手嘅 high volley。之後就做防守練習啊，教練會 fit 左右兩邊嘅，咁我哋要去追。後邊亦慢慢 enjoy 你嘅旅程啦。Day 3，踢波，你又踢，佢又踢，卒之就踢咗落河。咁晏晝其中一個 game 咧就係最快搶3個空落到自己個圈裏邊咧就當贏嘅。咁每次淨係可以揾一個空嘅啫，你可以搶你隊友嗰個都可以。晏晝返到去，我哋練好多個單打同埋雙打嘅計分咧，會同教練對打嘅。順帶一提咧，小歐教練之前去過奧運度做過陪打，咁佢打啲波唔快，但係佢個波落點好準同埋好轉。
哦，開燈啦！Game over！聽日再傾機，你有咩感想啊？你天內有天，人內有人。第4、第5日呢，咁最主要係執一啲個人嘅技術，咁嗰一 part 我冇特別去錄出嚟啦。咁同埋會做好多嘅單打同埋雙打嘅計分啦，贏咗可能會升一個梯，咁輸咗呢就會落樓下啦。咁住宿方面呢，咁會有張床同埋一個廁所啦，咁就唔好要求太多啦。咁地方係清潔嘅。如果你係一個網購好者，同埋你唔怕辛苦嘅話呢，咁呢個 trip 就啱晒你啦。咁根據需求謹慎購買啦。仆你加咗你個 wasabi 喺裏邊添，黐到你個嘴。你睇呢個咁嘅飯，圓形嘅，一定係機整嘅，係咪參考咗掌門人？點解 wasabi 唔可以自己加？佢幫我加埋。